今日咧真真正正同你哋嚟到呢個香港嘅大西北啊，喺整個香港嘅西北面。What？好真切地講句，如果你喺港島區甚至乎喺港島東翻工嘅話咧，我就真係唔係好建議你買呢度啦。但係如果你喺西九龍甚至乎港島西翻工嘅話咧，又或者你經常要來往機場、港珠澳大橋，又或者內地深圳嘅話咧，呢度或者係你嘅天堂喎。對。咁原因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因為我哋個項目咧就有西鐵同埋屯馬線啦。只要你住得夠近西鐵站，喺香港西面翻工一樣通勤冇難度啊。再加上咧，我哋鄰近翻呢個港珠澳大橋同埋深圳灣大橋啦，就非常之適合經常中港兩邊走嘅朋友仔啊。而我哋個項目咧，亦都係區內最大型嘅指標屋苑，整個項目咧接近有4600伙組成。佢除咗鄰近西鐵站之外咧，自己屋苑基座咧已經有齊晒呢個商場啦，同埋巴士小巴嘅配套設施噶啦。再加上咧，我哋個項目係全香港最強嘅發展商新鴻基全力打造，所以就算新界大西北都好啦，都俾佢化腐朽為神奇啊！最後佢亦都擁有全香港最強性價比嘅價錢，私信問一問我，一定令你心動啊！廢話唔多講，即刻同大家去睇睇位於屯門兆康站旁邊嘅 Lofoland。Later. 歡迎你翻到嚟我哋 Lofoland 3房嘅單位啊！入嚟望一望我哋嘅門鎖先啦 ，Locky 最高倍嘅門鎖，指紋拍卡 password 全線一線 OK 嘅。而新鴻基咧非常地細心喎，喺我哋入門啦後邊呢個凹位位置咧，發展商已經標配好晒所有嘅鞋櫃啦、儲物櫃啦或者其他嘅空間喺度啦，相當之細心啊！自己要買嘅都會少咗好多啊！而我哋客飯廳呢個空間咧非常之大啊！我哋個闊度咧成2.7米嘅，攝影師嘅位置直接去到我呢邊呢個位置咧相當誇張，超過6米嘅，而且加埋我哋有3.1米嘅樓底空間咧，整體個空間咧非常之實用啊！先睇飯廳先，飯廳呢個位置咧，即係張6人飯台，完全冇問題，空間綽綽有餘。而喺攝影師嘅右手邊部分咧，亦都做咗個對流窗，有效地同我哋露台嗰邊做翻個大對流咧，就舒服好多啦。好，出嚟露台位置呢邊望一望先，開唔到啊！我哋唔使出，攝影師就咁睇翻屋企啦。景觀方面咧，我哋最主要係望翻我哋自己內園會所嘅位置啦。我哋嘅會所咧，差唔多係全區最大、最誇張嘅，非常之正啊！而且我哋內園咧，樓間距亦都非常之寬喎。再望一望我呢度先，嗱，我哋呢邊咧客廳嘅空間距離咧2.7米嘅，即係9尺啦。如果我哋要買翻部100寸大電視咧，完全冇問題啊！我哋呢邊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緊廚嚟嘅，咁而我呢個緊廚空間咧非常之深啊，做一個大 L 型嘅台面設計啦，而且儲物量空間咧非常之多啊。而我哋入邊所用嘅品牌咧就會係而家市場上面最受歡迎嘅電器品牌，西門子嘅抽氣扇啦、雙爐頭啦、微波爐啦，洗衣機入邊有惠而寶啊。Oh my god！我哋會見到一條非常之短嘅走廊空間啦，錯咗4個部分嘅，3個睡房同埋1個浴室。好 OK， 嗱，我哋會見到新鴻基咧善用每一寸每一分嘅空間啊。我哋呢邊本身有少少凹位嘅，而新鴻基咧都做咗入場櫃喺度啦，做翻個儲物量咧非常之好啊。好，過嚟西房望望先，細房方面咧唔算好大，但我哋呢邊咧就大概有7.9尺度啦。我哋可以擠翻呢個4尺床啦，大概接近4尺嘅衣櫃，但是我哋樓底因為有3.1